普遍踏入社會工作之後，都會向父母俾家用，補貼生活費，減輕家庭負擔。不過，要俾幾多向來都係千古難題。近日就有一位剛畢業嘅香港女生喺社交平台訴苦，透露目前仲未揾到正職工作，已被媽媽要求每月俾8000蚊家用。女事主同2位哥哥都認為家用太高，但母親一直以自己當年都係俾一半人工阿婆嘅，被拒絕。女事主又坦言，第一份工嘅人工都唔會高得去邊啦。以事主行業嚟講，應屆畢業生月薪約13,000到15,000，佢近日就應徵一份新工，如果成功嘅話，月薪就會有13,000。事主後來發現2個哥哥嘅月入有2萬蚊，而自己嘅收入明顯較少，故提出想俾少啲家用，但媽媽話我唔可以偏心，所以都係每人要俾8000。無奈係已經爭論過，但爭論都無效。女事主就疑惑，究竟係我哋嘅問題，定阿媽嘅問題？引起網民熱議及同情，更發起投票。投票結果有近1.5萬名網民投票，94%人士認為交8000家用太多，坦言俾咗只會令女生根本儲唔到錢。有網民認為媽媽唔應該以當年作對比，也有網民分享自己俾家用係人工1/3嚟計，建議女事主或者再同媽咪傾下，一家人應該有商有量。